大家好，今次我想同大家介紹一個超實用嘅功能，就係上傳評分標準 （Upload Marking Scheme） 功能。呢個功能專係為孩子嘅中文同埋英文寫作而設，真係非常方便。首先，家長可以選擇上載自己嘅評分標準。如果冇上載，系統就會自動用 TSA 嘅評分標準。通常學校作文嘅評分方法未必同 TSA 一樣。特別係有啲學校根本冇參加 TSA 考試，正正因為咁，呢個上傳評分標準功能就可以幫小朋友根據自己學校嘅要求嚟修正作文，貼合學校需要。用法非常簡單。首先，進入中文或者英文寫作嘅界面，然後點擊上傳評分標準，系統會顯示一個評分標準嘅樣本作參考。家長可以根據呢個樣本嚟制定學校嘅作文評分標準，只需要選擇檔案，然後上載，完成之後，檔案名就會出現喺按鈕上面。當系統批改學生文章後，總分數就會根據你上載嘅評分標準嚟計算。咁樣，無論家長同小朋友都可以更加清楚了解學校作文嘅要求，真係太方便啦！如果你都中意呢個功能，快啲申請成為 Open Quiz 嘅會員啦！